心懷抱負，默默蓄力。我係子琳，今晚嘅藥方係心中嘅目標唔好隨意向外人宣揚，靜靜蓄力先容易成事。心中有規劃嘅時候，年少總急於同身邊人分享自己嘅理想，渴求認同。後來先發覺，好多人唔樂意睇見你向前進步，暗中潑冷水，製造阻礙。真正嘅目標要收埋心底，默默付出努力，等到有所成就再公開。唔好太早將夢想講出，避免受到旁人干擾同打擊。成年人嘅夢想適合獨自默默堅持，難道太早宣揚心中抱負，唔會惹來旁人刻意阻撓？我係子琳，默默蓄力，靜待花開。點個訂閱，願你從此百毒不侵。